Hello， 歡迎參觀麗宮喺小欖盈富居啱啱完工嘅案例。呢套案例咧，亦都係麗宮2026年挑戰拍100套案例嘅第33套。呢套單位本身咧係大裝修嘅，屬於舊房改造，將佢所有原生嘅裝修拆晒佢，然後咧裝成咁樣嘅現代風格。僅花費咗10幾個 W 咋，一齊睇下屈唔屈晒。首先入門口呢個位，利用呢一邊做咗一個鞋櫃。咁本身咧呢個戶型，業主同我講之前嘅收納性係比較弱嘅，所以咧就選擇將收納做強佢。首先睇到呢邊做咗一幅大嘅餐邊櫃，再連接埋呢邊做呢種可以帶儲物功能嘅電視牆。用櫃去做一個電視背景牆，將電視嵌喺中間，然後上邊、左邊、右邊、下邊全部都可以取物㗎，同埋一個隱藏式嘅呢個櫃桶，非常之實用。咁住得落嚟耐先發覺陽台係一定要有嘅，所以咧保留咗一個生活陽台，感受下四季。利用呢邊就做一個陽台櫃。後面放部洗衣機啱啱好，然後再睇翻地面啦，選擇咗75乘1.5米嘅地磚通鋪，連紋對縫。客廳就做咗呢種懸浮無主燈嘅吊頂。咁客餐廳係咁樣啦，我哋睇一睇廚房。廚房本身係傳統嗰種雙開門，咁依家咧就做咗呢種啦，3聯動嘅廚房門。原理系統下邊係冇地軌㗎，非常之好加衛生。咁入到嚟啦，冰箱嵌入式，然後到呢度一個好長嘅台面，因為本身呢度係有個生活爐台嘅，都選擇將佢打通，等成個廚房空間更加咁開闊。咁廚房係咁樣啦，亦都睇到客餐廳咁樣嘅效果啦。咁我哋一齊睇下房間係點樣。呢個戶型面積120平，係3房2廳2衛嘅。呢邊就公衛，公衛簡簡單單，就係常規嘅，以實用性為主啦。咁再出到嚟，我哋睇翻呢間房。呢間房利用嗰個飄窗嘅位置打咗佢，做咗一張書台，然後唔做複雜嘅背景牆，因為以前咧啲房係做晒天花板嘅。咁住落嚟先發覺，原來簡單先係最舒服嘅，所以就選擇直接一個直角。然後放一張床喺呢邊，再做一個大衣櫃。咁衣櫃同樣用過咗先知道，原來掛衫先係最緊要嘅。所以咧，基本所見到嘅櫃嘅地方都係做咗掛衣區。咁再睇翻呢間房啦，呢間房就做一個客房嘅，一張1.2米床，然後一個書台，再加一個衣櫃，然後採用嘅係呢種卡其灰嘅配色啊，因為業主想唔中意太深色，所以選擇咗淺色系嘅。咁主人房同樣啦，利用床尾做咗一排嘅大衣櫃，連接梳妝台，然後咧呢邊有個位嘅都做埋櫃，飄台咧就全部打晒佢。咁床頭就選擇轉翻呢邊，以前裝修係喺嗰邊嘅，但係嗰個洗手間就直接對住床，咁如果再做個7字櫃咧，又會顯得個空間太窄啊，所以咧就選擇將櫃放咗喺床尾啦，咁就又實用又好睇，而且比本身個衣櫃嘅儲物量更加咁強。咁入到嚟呢邊咧，就嗰個主衛啦，沖涼做咗下沉，然後馬桶、浴室櫃，好似呢度風格裝呢種現代風嘅風格花費咗10幾個 W， 包含咗拆台啊！唔係啊，麗宮到現場，麗宮都唔知道，哇！原來10幾個 W 可以裝到咁靚。佢有咩風格？你中唔中意？我麗宮裝修記得幫我。